想學好韓文，但成日堅持唔到，30 Day Korean Challenge 可以幫到你，30日內見到真正嘅進步。自己學好容易3分鐘熱度，課程太長又冇動力，又冇人矯正發音，學咗好耐都冇乜進展。呢個係咪你嘅情況？呢個 challenge 有我 Sam 4語流利韓文母語親自教學，每日只需要10至20分鐘就搞掂，每日都有 daily mission。簡單又實用，總提供教材 PDF 俾你隨時練習。你仲會加入 WhatsApp group，同5個朋友一齊問問題交流，仲有 Sam 嘅發音語音 feedback， 真係有人陪你每日進步。另外，我哋亦會定期 online meeting 同你 check 進度，練習發音，真係可以學得入心入腦。30日之後，你會發現自己聽得明更多韓文，發音自然好多，講嘢都好自信咗添。仲有一個 bonus， 如果你完成晒全部 daily mission， 我會退翻1半學費俾你。如果你都想30日之後嘅自己講韓文更自然、更自信，而家就加入30 Day Korean Challenge， link 喺 description 度，快啲報名啦！多謝晒。